来这件是总统府来宣布着外交的新人事，派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杨义山来担任着美国的副代表。杨义山讲，台湾甲美国关系上好的时刻也未到。另外，明年度国防的总预算高达6470亿，都来创下着历史的新高。总统赖清德讲，有决心来提升着自我防卫的能力。请以我的名字呼唤我。民进党元日明日市集的宣传记者会，拄带团为美国返来台湾的民进党副秘书长杨义山出面，今麦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和总统任命为驻美国的副代表。我是昨天才知道总统的令已经下来了。台美关系，大家常常讲说，历史上面很好的时刻，但是我想最好的时刻还没有到来。讲台美上好的时刻也未到，听得出来，伊对未来工作有期待。是讲伫驻美代表如大雷，互人检举讲乌白开钱了后，伊的任命有外交人士认为讲，这是弥补如大雷的不忠。我想这没有分进合集的问题，是大使就是最高的领导，所以我们一定是配合大使的指挥。外交人士总统府伫昨决定，对了任命民进党副秘书长杨义山为驻美副代表，驻日代表谢中庭，加驻丹麦大使李尚洲，拢已经准因退职。要拼外交同时，嘛要兼顾国安。总统赖清德听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总体预算已经有6470亿，这是新纪录。总预算实时并未举债，预估累计债务余额比例也会下降。而且还债金额达到1415亿元，是24年来最高。就希望人民的血汗钱开伫上要紧的所在，和有限的资源发挥上大的效果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